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航农度假提供便宜。今日攞到你哋嘅紀錄片，讓大家都了解嘅係一當特別嘅經驗。佢都係聖納湖感染，不管係二十頭、硬布頭、熱天還係冷天，佢都會對聖納度咧來來去去，對於草葉木都非常嘅了解。不過，呢國內是有千人計嘅湖感染，而照顧超過260萬公頃嘅國有林面積。大家想看啊，按樣調性是感應而照顧超過2000人扎嘅腳球蟲，係咪當咱想象咧？大家來看下今個紀錄片《聖納湖葦翠》。2月11日上午10點30分，梨山地區發生森林大火，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立即發現通報，派員前往救援。先遣部隊即刻出發，抵達現場時，燃燒猛烈，情勢危急。現場溫度非常高，為了完成救援任務，一群英勇的隊員不畏生命危險，衝進火場。在與空勤總隊合作下，協同直升機噴灑灌救。終於撲滅了火勢，又一次保衛森林。他們是一群默默守護山林的無名英雄，他們是森林護管員，我們稱他們為。黑冠麻鹿，大概这几天离巢的，我装了大概有1个礼拜10天有。所以6月13号的晚上它还在，那个时候是在做训练。我爬到上面的时候就突然听到那个叫声，然后转过去一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原来那边有。然后就想说，因为那时候还很小，所以就是趁这个机会就把它架设那个黄金照相机去做一个记录。基本上就是会去拍照它的一些生活的一个过程、的成长过程，然后再就是说哺育的一个习惯。我们会把影像会传给那个保育中心、特有生物中心或者是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老师。我父亲以前就是做那个采种的工作。他采那个林务局的那个种子，所以我从国中、高中，只要是休假、放假有时间，就是跟我爸爸去山上。就每天看到我父亲这样爬，那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会常常爬一些比较矮、比较小的树了，所以胆子也蛮大，对山上也有多一点的一个认识和一些经验嘛。我伯父也是在林务局里面上班，他知道这个消息。他就跟我父亲讲说有这个机会，然后叫我去准备考试，这样会想要去试，是因为对山上的工作还蛮有兴趣。考上了以后就一直服务到现在。护管员的工作有哪些？从测量的工作啊，造林地测量啊，还有一些资源调查、保育、查缉山老鼠，或是一些深山特检的勤务、救难、救援。然后或是这些造林监工都会涵盖到，所以18般武艺全部都包我。只要是山林里面发生的东西，我们都会去参与。
巡视就是巡山员的天职。以巡山员来讲，真正的工作就是在山里面，就是你自己的辖区。我们去巡视的时候，尤其像我们玉山区，我们有一条线路是要去玉山主峰，很多登山客啊，他们一知道我们是林务局，好羡慕哦，哇，你们这样子出来又有钱赚。哇，然后国家付你钱，你这样子出来玩，我说对了，没错，你们讲的都对。但是等你进来这种工作哦，我想你就不会觉得，因为你是偶尔来爬一次，我们是1个月要爬一次，至少。目前简大哥，他们说装备要带齐全，那要带刀吧？这个比礼拜1的好做。就是我念嘉义大学森林系，然后出来之后。也是刚好有机会，就是林务局真有招考，然后就来考考看。因为平常自己也有在爬山，然后觉得去山上也不错。如果能为森林尽一份力，觉得还 OK。巡视员里面，我们站只有我一个女生，那会不习惯吗？其实还好，因为上山他们都还蛮照顾我，对啊，我会背自己的东西啦，但是像公粮的话，能帮忙我就帮忙。那如果不行的话，他们其实会分担背，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辖区，去看看你负责的辖区有没有什么状况，看是有没有被人家盗伐，或是占用，或者是你的辖区有没有崩塌，然后有可能跟造林有关。像你的辖区如果有被排到是有造林的话，你就要去监工。这样很快。水管苗圃的有很多天敌啊，有时候是下雨，有时候是大太阳，有时候是天灾没有水可以喷水，有时候是虫破坏那个我们种的苗木。像玉茹他负责的话，他压力也很重。127 X 坐标315。其实我们培育的树种大概有两大类，一个是造林用的，然后一个是绿美化用的。像绿美化超过30公分就可以出摘，对。那造林树种可能就要比较高一点，可能30以上40公分这样，因为他们去到造林地的时候是要跟杂草一起竞争的。其实就是加强水土保持啊。像现在的盗伐，那他们整个树这样砍倒了，它等于已经破坏它的水土保持。你水土保持一破坏，再遇到天灾的话，其实整个山坡就整个崩掉了。所以其实人为的破坏比一些天然灾害还要严重。森林护管员，也就是俗称的巡山员，由于人员的缩编，森林护管员聘用人数从民国91年以前的1600余人，缩减至107年的1087人，每人平均巡护面积高达1400公顷，而且是位于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之间。人力的不足，让保卫山林更显困难重重。一般正在盗伐抓不到，因为它都利用晚上。那晚上你要抓呢，本身第一个因为视线很不好，所以呢，通常我们如果说有听到那种他们在盗伐那种链锯声呢，我们会就开始设那个埋伏点，然后设那个拦截点。因为这个都是在早期就砍伐掉，目前看到这一些都是人造林的，哦，就是全部都没有。对，那他们砍掉之后才人造的这一些柳杉。我旁边这个它是台湾扁柏，那它原本呢是高耸3天的一个巨大的巨木，那它在日治时期呢就是被日本人呢砍走了，剩下一个大概2至3米左右的这种高度的树头。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已经剩下大概不到1米，剩下它这一些部分就是被山老鼠盗走了。其实本来这一棵树头是一个很完整的那个，就是一个锥状体。那其实现在看到的就已经都它需要的部分被它拿走，
啊，甚至它还为了要拿取更漂亮的那个根的部分有很多花纹，那它就去挖，所以破坏了我们这个水土的保持。红块扁柏都有，在阿里山附近的林班地呢，还很多这样子的老树头，这个都有上千年了，至少1000年、2000年，甚至更久。看到这种画面，我们真的是很难过，因为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在保护这一片森林。就说你回报的坐标 X261896261896。小巴发生森林火灾，坐标 X261896。溧阳340回报火场目前位置与火场状况，火场位于先驱110班，坐标。森林护卫队穿梭在台湾山林之间，但森林里危机四伏，有时是风灾、水灾、地震，有时是土石流，更有无情的森林大火。这边停一下。凌晨3点的时候就好大雨开始发生了，那雨很大，然后到6点半的时候就听到声音空，然后地也会动这样。到快到7点的时候，我出来看，我这边都已经变成堰塞湖了，就在那边水就在那边绕，大概到7点的时候。很快，整个山就崩掉了。9点的时候，我的家里就剩下一半了，一半悬在空中。那是父亲节嘛，到8月8号父亲节啊，所以大部分的都出去外面玩。那有的人有像这几户有来这边过88节的，那一天。大概我都把它堆在这边上面最安全的房子里面。还好我们林务局有受过救难训练啊，当天的下午从这边开一条路，带他们下山，离开这边到龟山。那这边都是坍塌的，因为起雾，刚好今天起雾，没有起雾可以看到那个山裂开的那个石头。而往往护卫队要面对的不只是自然灾害，还要与暗藏在森林里的破坏者们搏斗。一群躲在森林里虎视眈眈、台湾贵重木材的盗伐集团，也就是俗称的山老鼠。他们伺机盗挖、盗采珍贵树种，不但伤害天然森林资源，更破坏山区水土保持。而森林护卫队也早有准备。我们要走下去。对。平常因为这个路径是这样下来，山老鼠路径下来去拖木头，我们的我们叫做照相机，红外线照相机会挂在这里，对准这个山老鼠，所以我们就知道山老鼠是谁。然后我们就在那个路上埋伏，因为晚上他们都是晚上来拖木头，所以他们都会带头灯。他这山上再闪的时候，就知道山老鼠要上山了，是要下山了，我们知道。像这种踩的痕迹，这个地方我们大概都会很注意观察。那上山，它是上山还是下山？我们也可以看叶子，它叶子是往这个方向走，那就是下山。然后它这个脚印呢，会从脚跟去拓这个地方。
那一棵树就是他们盗伐过的，留在这边还没有被他们，因为他们还要来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注意，所以他们不敢来拿了。自己巡视人员就会喷那个擦过的擦字，然后萧南，台湾萧南嘿啊。都假装打擂啦，然后来拍照，把这个树头这个造型怎么样好，先拿去给人家估价，大概多少钱哦，值得，他们就是好，能把它背下来，他们才不来把它砍成几块，换另外一批人了，专门会比较背弓的，他们很会背的，大家都到背弓到大概都是会吃药的那些人，在下山的时候。他们就会另外一组的人来接这个木头，所以他们也是分组分得很细啊。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在林务局，我们会抓他嘛，他们也是在防备我们，所以我们也很不利，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在这进进出出的人，然后常常把他们抓哈，他们有时候他们有带枪啊。那所以这样去判断的话，我们的那个上坡面它就是有香山红块，还有台湾萧南的母树林。这样判断就是说那边有人机活动，对这边算是一个盗伐窃取的一个高风险区域，而且林木的分布又有这3种，这主要就是说要第一时间去掌握现场状况，对。有多少的数量，大概要做一些评估控管，避免就是有数量就是短少的很明显的那种状况。因为这边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很平整的一个断面，那这个是属于人为的一个锯切的一个痕迹，直径大约在30公分左右，那裁长的话2米到2.2米之间。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会把现场做一些记录。为了保护与巡查台湾的珍贵山林与保育类物种，并打击盗伐集团，林务局定期调派森林护卫队进行深山巡逻任务，深入崇山峻岭，只为捍卫国土资源。此次行程，身负重装的特遣队员们将徒步走进坍塌的中横林班地，任凭路途艰难，队员们彼此扶持，谨慎规划。那就是在我们以往的那个清查的一些行程和路线，我们今天就是车子开到9K 这边先扎营，那第2天之后拔营，然后沿着我们晚上再来讨论，看看是不是说我们要溯溪上去呢，还是高绕？那高绕原则上就是也要整整花费1天的时间，那上切大概高度要上到300公尺，然后再横移。后轮爆胎，车子没有。OK 好。
并不是像一般人社会讲的啊，你巡山也每天就是到山上去巡山，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单纯，那么的简单。一年当中就有差不多有3次到4次的深山特遣，那这个工作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这些地形里面充满的危险，高高低低，啊，不管是野生动物或是山老鼠的部分，台风可能就当天发布，下午就来了，下大雨就忽然有土石流，有落石，甚至有树枝会涵盖整个这个道路，那我们就会排除万难，合力的要把这个路弄通，因为我们要继续要前进，要去深山特遣这样。因为这一颗它已经倒了，可是它的那个基部的部分是没有办法确定它是整个断裂，还是说它连根拔起倾倒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安全防护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措施，然后再来进行做锯切。OK， 好，一刀一刀切，从底下切。枫叶树的那个山头实力，那因为之前有下雨台风，它就自然封岛。啊，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常常会有巡视的一些车辆进入，会考虑到就是说，它如果不处理的话，随时会有倾倒的一些危险存在。那所以就刚好趁这个机会，有一些装备，还有链锯，然后就趁这个机会把它都处理掉。那处理了以后，像有一些夜间的巡护的话，这样子交通比较便利一点。因为我们林班界刚好就在以这条溪流为界限，那溪流往上游的右侧是84林班，先驱84林班，84林班是我们溧阳站的辖区。我们今天上午的行程是83林班，先驱83林班，这是我指的方向。片刻休息，再往84林班那个贵州牧群的那个旧林镇案件那边清查。因为这边很多那个香山的贵重木，所以这部分也算是高风险区域。它虽然距离道路大概要1天的路程，不过这边就有曾经发生过林障案件，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工作目标就是做贵重木还有高风险区域的清查之外，还有一个旧林障案件的一个复查。
只要有动物经过的话，它那个红外线就会感应到，它就会拍摄。那3枪，有拍得到3枪。OK， 对，已经拍完了吧？会抓人吗？还是用啃的？哦，对，谁让他砍树皮？然后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第一次啊，然后在这边第一次看到这样子，因为这个树皮都是很新被剥掉的，而且如果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话，它环剥了以后，这树会死。会死掉，还没死，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对，所以它可能才从这边下来而已。我觉得可能它是沿着那个棱线上去，那边都有在吃。对，然后就路边，然后往西。要加一下，如果拍到水路的话，对啊，做个记录。之前都没有拍到过。以前没有，这边没有。这边没有水路。相机装饰完之后，我们会拿我们的 GPS 出来，然后相机拍坐标，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架设的地点在什么地方。旧的香山盗伐是在好几年以前就发生了，这几年因为我们都有在清查，都没有发现他们一些山老鼠、一些不肖分子再进来这边这个不法情事。这个香山有人为的一个开孔，那原则上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中空的状态，那山老鼠的话，他们会先开一个窗口。头探进去，用灯去照，看里面有没有香山菇的一个生长的情形。那如果有的话，这棵就很可能会被拒缺。它没有被伐倒，也并不表示说它将来不会长香山菇。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保全然后调查的一个对象。阿明啊，树高25，枝下12。12，都是。OK。印象让我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山老鼠，就拿着土制猎枪，对准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忽然会听到那个电击声了。查缉山老鼠的部分，其实有累积了非常多的比较险恶的一些经验，甚至也当场有跟山老鼠相遇过。对我们攻击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在制高点，我们是在底下，所以他们就用枪扫射。在石梦谷上方，然后遇到山老鼠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只有4个人。还是要面对，硬碰硬就对了。所以我们有规划好，就是4个人稍微分散往中心点走，快靠近大概只剩下5、6公尺远的地方，一起出声喊，不要动。哦，哎，冲！不要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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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了哦！不要跑！啊，我们那时候也在担心啊，万一他链锯拿起来当武器怎么办？万一他们是这种举动的时候，一定要先寻求自身的安全，就是往后跑。人机要肥皂，而且他们毕竟是当贼嘛，他们一听到不许动什么，他们突然吓一跳他们也愣住，然后就一个一个就往山下跳。几年嘛？那我们一边用无线电跟我们底下同事联络说，赶快请求警方的人员上来支援。那一次是从事这个工作以来，算是人身安全最受威胁的。好，你退回来，坐下来。对，坐着，坐着的。坐着，给我坐着。那一次是刚好有申请到西奇他们就是文章，
一起共同去做深山特勤的清查工作。那原本其实我们本来应该是计划是走水路，本来要溯溪上去，后来就是因为到那边之后，然后就察觉到就是说刚刚讲到有一些异状，锅子被偷了，然后就决定就是临时就改变计划，就是走高绕的路线。那就好巧不巧，就绕到最顶端的时候，就发现山老鼠，然后就一阵的一个追气的一个起雾的。就我们两个继续走，就会听到那个敲木头的声音，对，敲木头，敲的声音。然后家长说：“哎，奇怪，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就我们就开始找那个声音的方向，就看到2条腿在那个树洞上面，你知道吗？对。然后家长先跟我讲说，因为他在里面，头在树洞里面，头在树洞里面敲的话，他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对。然后我们就2个就赶快往下切，因为那我枪已经拿出来，我就直接往里面顶，升级打不要动。你配合就好了嘛，小事情，不是什么大事情而已。我跟你讲哦，不要这样让滚掉摔下去。那刀子先收起来，刀子先把它拿开，全部把它收起来。可以拿，全部拿走开，全部把它收起来。你好不好？那因为这边有一棵台湾杉，所以它的天然下种是它的2代目。那这一棵还有旁边那一棵，这些都是它的种子天然生长的幼苗。这棵是香山的天然下种。那这棵应该是有2年到3年的树龄。它因为在那个茅草里面有一些遮蔽，所以它的一个受光会比较差一点，所以它生长会比较慢。所以这边有2棵，至少有3年了。因为它叶子跟台湾杉不一样，它叶子比较扁。对，然后前面那2棵大树，这2个就是贵重木，还有右边那棵是香杉。然后到左边那个是台湾杉。自己想办法开路继续，没有路要自己找，深入林班去清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像我们之前看到那个挖一个空洞，比较糟糕就是整棵给你倒。他就这个1000年的老神很久了，这个已经对它这个青苔都长了，这个5年以上有了，这个是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林灾案件，它这么大的一棵树，所以像我们发现下面的一些土质都会松动了，土质的冲刷，它根没有办法再抓这个。我们的土地。民国99年10月份，我们查获到的一棵香杉，遭山老鼠盗伐。树高当时在量的时候有长达43公尺，所以这棵树要长到这么大，至少要1000年以上。所以山老鼠就可能1天的时间，一刀就把它砍倒。所以这棵树换算采集它的价值很高，但是他们却舍弃这棵树，然后就采取里面的部分副产物，所以对这样子山老鼠的一个行径，觉得非常可惜又很气愤了，就只是拿那一点点小小的利益，就把很有价值的一个贵重木就把它砍倒。
可以分享那个大剑山那次我们凌晨吃饭那次啊，凌晨2、3点。你也有去？就选了什么营地？我跟深，因为我们之前先做的调查是那边是晴空万里，没有什么无风无雨。就是沿着这一条溪谷一直进去最里面。结果那次是几乎都刮大风，类似台风啊，帐篷坏掉了。哪里不选不选垭口干什么？帐篷啊，被风吹，然后一直这样啪，然后一直打我们的头啊，就没办法睡觉啊。你们那种4人帐是整个吹到变形歪一边，然后最后是整个歪一边，直接贴到脸。我想说，哎，怎么睡觉？我就叫他说，你还睡得下去吗？他说我也没有睡啊。好，我们起来好了啦。结果看手表，凌晨3点而已。我说不管了，提早1个小时，赶快，我们就窝在后面，然后煮汤，然后赶快热汤，先喝热的。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把那个碗搬到里面去喝，因为太冷了啊。所以早上就2个人摸黑出发，然后就爬那个什么领线，大剑山啊，那很陡哎。大剑山的领线啊。对啊，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爬上去的，那就摸黑这样子上。白天回来的时候就回来说奇怪，我们真的有这样走吗？这也太陡了吧！对啊，一直往前走啊，走到那个什么山顶的时候，刚好日出。日出，对，天就亮了。对啊，这都是你们很正常的工作。正常啊，正常。那么辛苦，可是下一次出任务会害怕吗？不会啊，一样啊。因为是要有兴趣，而且要喜欢。对了，要有兴趣。对了，这真的只能这样。像我对这个工作就很有兴趣，本身在山上就习惯了。我觉得工作的一个态度就是你要认同这个工作，然后就是要让你这个去付出。他要蒸蛋给你们吃，见他蒸蛋，这是家祥的拿手菜。没有了。上菜了，红台那个家祥的结构。那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会常常爬一些比较矮、比较小的树，所以胆子也蛮大。然后我记得后来有一次，因为那个时候种子也蛮多的，我就想说我也要上去爬。然后我爸就找一棵树，就说你就爬这棵试看看。我就拿来工具，他教我怎么打钉子，然后怎么爬。然后爬到树顶的时候，刚好是下午，风很大，然后风一吹的时候，树整个摇啊，然后就在上面就很害怕，所以就抱着那个树干，那个树干已经到末梢，可能只有十几公分而已，然后就站在那边就抱着树，我想说，哎呦，怎么那么危险？谢谢。很多那种半夜的勤务，或者是晚上的勤务，临时像那个救难的啊，登山客失踪啊，或者是一些伤患要去协助去救援的。因为我只要一接到勤务的话，就即使我在外面，我都会跟他们讲说我几点会到，然后你们需要我怎么样去配合。每次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去哪里？然后有勤务啊，要去集合啦。然后每次就说，怎么一天到晚都是你去，可能今天去了，然后隔2、3天，然后又有勤务要叫我去，所以都会跟我抗议啊。其实那是妈妈看待孩子的工作的辛苦哦，疼在心里，但是我不会，多少都会担心。那个担心是最大啦，因为我们现在环境不好，晚上我们看不到危险存在哪里，躲不掉。我们经历过土石流的环境啊，地震、土石流，那个真的是很无情啊。
那我只能做的呢，我就跟就是我们一家人小孩，我们就跪下来为他祷告。我们早期从小的话，我们家里就有一部琴，平常这个时候我们弹琴唱歌就是跟小孩子玩成一团，我们可以唱到1点2点啊，然后突然就是去林务局的时候，生活改变很大，他对家庭牺牲也蛮大的，我们会担心，就是因为他健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会拒绝，是说孩子去救人的事。像有时候受伤回来，我都不敢讲。对，然后就自己就隔一天就。我们都会发现。就偷偷的会去贴药膏啊，不然就自己。他走路也有一点一拐一拐的。他从小就是太贴心，他怕妈妈担心他们，他就是很会伪装。再怎么伪装做妈妈的。也大概，可是都会露馅。他要去考，我就带他去考。就全家陪着他去。前面说要学摩托车，我说叔叔有125野狼，那你就去跟叔叔借嘛。可是去到那里，你看到男生都高头马大。女生只有他一个最矮小啊！我说看到他骑那个野狼的时候，在那骑很顺，很多人都讲哦，这个女孩子一个小萝卜头，骑的那野狼骑的那么顺那么快。可是到后来在考那个护背的时候，我看他很不舍。去年有一次特检是遇到台风，通常我们特检去5天。然后那一天是出发前就知道有台风准备要形成，然后结果这边人就说你们要赶快下山哦，如果真的靠近，大概是礼拜5就是最强烈嘛。然后连里面管理处的长官都很关注我们，叫我们赶快下山。但因为行程因为刚好卡在中间，然后就是那一天就是直接变成走了2天的路2天的路走成1天呐，然后就一路一直冲到闸孔溪那边。然后因为再出来还有一段路，就想说那我们就先在那边住一晚。可是因为住西边，然后又很怕晚上突然下大雨，然后就大哥们其实就是很关注，就是大家都轮流不睡，然后就是在看水会不会突然，就是他们会去看水位，如果高的话就叫我们赶快撤，就半夜也要出来。我现在跟我孙女赖一下好了。为什么呢，宝贝？你现在在？问阿公明天什么时候回来？哦，你不想阿公哦？是哦，不想阿公哦，阿公玩哦。好啊，这个是我孙女哈，然后这一张是我小孩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刚上阿里山。这一张是我跟我太太还没有结婚，那时候都还在台北工作，那时候我太太也在台北，然后就出去玩。其实我跟阿里山姻缘也是还蛮有姻缘的哈。我那时候我还在念专科的时候，我上来这边工作。那时候的工作是我爸爸那时候是在这边是做土木工程。那时候阿里山是在大建设的时候，在民国68年、69年那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念专科，我休学上来跟我爸爸在这边做土木工程，然后那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我太太是阿里山人，那时候纯粹认识。那后来就是有继续在联络交往，到我退伍2年跟我太太结婚这样。他其实对我这个工作来讲，他是相当支持，他知道我这边的工作是什么情况，当然他也会担心啊，担心的就是说年纪越来越大，体能到底有没有办法？那再来就是说深山毕竟有很多那种无法预料的危险，当然这些他都会担心，但是担心归担心，总是我们也是会让他放心的，就是说这么多年来累积下来的经验，
哪些地方危险我们该避开，哪些地方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面对。39档3號，這個4人點。大家好，我來啊，我去這裡。嘉祥大哥其实他怎么讲？其实他应该比我小了，比他小。哎，对啊，但是其实他在整个护管员里面，他算是很优秀的，毕竟他是山上长大的小孩，了解山上的一些蛛丝马迹，最主要是他有一颗维护山林的一颗心。有一次我们在大雪山27K 山难救助的时候，也是那一次也是找了3个月了才找到大体。这个都需要靠对山熟悉的人才有办法。你对山不熟悉，你去也是被救，不是去救人。然后还要听声辨位，比如说你这判断这声音是什么声音，动物的声音、人的声音、链锯的声音，还是滚木头的声音，这个都是需要向他们学习。一般人爬山的话，他已经很累了，你还要背个枪，然后在山上这样子去查气，实在是有一点困难。但是我们从他们身上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在山上查气的话，真的是需要他们。几乎看到嘉祥出现，几乎大家心都安了一半啊！透懂啊，透懂。他的对山的熟悉度，今天如果一个山难的发生，今天看到嘉祥哥的出现，我很喜欢也很讨厌。喜欢的是说，哇，这是安全的，一定有办法把人找到。讨厌的是他出现，表示这件任务很艰难。因为这一块来讲，以他们这种工作性质，不管是说原本的林务局的这种既有工作也好，还有甚至说支援我们这个像这种人命救助、山难搜救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就是在他们的工作之余，还额外做了这么多工作。他提供给我们的专业，特别是迷途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知道的报案的资讯，汇整之后和嘉祥讨论一下，他那个标点，我们参考之后的标点，那再去寻找我们的迷途者，其实命中率很高。那这就是我们消防队最欠缺的部分，所以就是还需要我们嘉祥这种能者来协助我们一起来执行这样的任务。轮流。妹妹要做好。好。我爷爷都还没做。目前护管人员他是采用约雇用的方式，但是我也希望说，政府能够去重视这个问题，去重视那个保护山林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希望有热心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因为毕竟我们大部分的现场巡视也都已经年纪半百以上，那如果没有新的年轻人加入的话，那我们想说这个工作将来的延续性的话，其实是一个有很大的断层。加入林务局一晃就21年，对，把我的青春都奉献给我们的林业资产，但是到现在我从来不后悔。当时我是想说要回到大武山下来，然后这些的环境资源跟环境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使命。我觉得护管员的使命就是要维护这个山林，要建造这个整个山林的这个美景啊。护管员当然很重要啊，我们护管员是管全台湾50%的土地。我已经身负这个使命，一定要保护我们的森林。台湾的林班地里面最深入到中央山脉，一直到横破到平原，没有我们护管员在那边做监督的话，它被破坏的机会绝对是非常大。保护森林可以涵养这些土壤，涵养水源，
也可以保护野生动物，还有保护我们这些森林的一切的资源，所以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山带领我走进来，然后我又能为这片山做些什么事情，这是我一直在反复思考的一件事情。一日林务局、终身林务局保育山林，留给后代一些他还可以看得到的东西。我觉得森林很大，可能很多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土管工作的一个使命，保护我们所存在的这一片土地。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保护这个森林的话，这些树最后就是工人在那里拼掉而已。先那附近人嘅透露，真是係包山包海哦。佢哋唔單唱係順山啊、豐山路處，還會通報咧河內樓山，要火燒山，還會停叫調查啦，修復安用嘅先那資源。不過修復先那資源唔單唱係幾多嘅資源，也係按你倆往土地概念而強下來檢測撈長時間。